大家身邊有冇朋友食素啊？今日 Why So Funny 同你快速拆解一下咩係 Vegan Why。食素都分兩種，一種係 vegetarian， 一種係 vegan。vegetarian 我哋中文叫蛋奶素，通常都係唔食肉，但係可以接受蛋奶嘅產品。但係 vegan 純素就更加嚴格，要求成個生產過程入邊係零動物參與。所以有人會問，葡萄酒明明用葡萄去發酵，點解有啲酒標上面寫住 vegan friendly， 有啲冇寫呢？咁就要講解一下唔同酒莊嘅做法，因為啱啱發酵完嘅酒好混濁，充滿雜質，為咗令支酒更加晶瑩剔透，會加入咗澄清劑，呢一個步驟叫做 finding， 將雜質吸走並且沉澱。澄清劑好多都係屬於動物嘅副產品，最常見嘅係蛋白或者嚟自牛奶嘅酪蛋白，用魚標整成嘅魚膠，即係平時我哋用嚟整啫喱嘅魚膠粉原材料。雖然經過澄清呢一個工序之後，呢一啲嘅物質最後會被過濾走，唔會留喺酒液。但係對於純素人士嚟講，呢一個就係利用動物。咁 Vegan Why 又點樣去進行澄清嘅工序？依家有兩個主流嘅做法，通常會用一種叫做膨潤土嘅天然黏土或者豌豆蛋白去經過澄清，或者有某部分嘅酒係不經過澄清，完全唔加任何嘢，直接等時間令雜質自然沉澱。通常標榜住 unfined 嘅酒就係最 vegan 嘅選擇，只要認住樽身後面嘅酒標有冇 vegan 嘅認證，就已經可以避開大部分動物成分陷阱啦。你聽完之後可以同身邊食素嘅朋友講，依家其實有好多純素葡萄酒嘅選擇，下次不妨買支嚟試試。想知道更加多葡萄酒冷知識，記得 follow 我哋 Why So Funny， 帶你飲得專業又放心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，下次見。